2018年11月初6，台中黎明幼稚园的园长林金莲骑铁马来冲撞市长的坐车，这种用性命抗争的举动，嘛，互黎明幼稚园10年来抵抗拆迁的故事受到社会关心。黎明幼稚园曾经是台中上界大间的森林幼稚园，但是2006年附近的地主串联成立黎明市地中华筹备会，开始落市地中华，这嘛是黎明幼稚园噩梦的开始。这个全台湾面积上大的都市计划案的奖励办法当中，上界犯人起来，就是只要半数的地主，或者是7个人以上，就会当成立筹备会。另外有半数的地主同意，就会当强制进行重划。小地主就算反对，嘛无权拒绝。尽管10年后的2016年，大法官解释已经认定市地中华办法部分的条文违反着宪法，但是黎明幼稚园也是将做旧时代制度的牺牲者。画面内乌衫的男子技术摆好伫箱仔车前面的等待，突然间伊骑脚踏车撞出来，进向落林家良的车。男子连人挂车倒伫涂骹，警方查出伊就是黎明幼稚园的园长林金莲。黎明幼稚园的拆迁案抗争10天拢无结果，感觉真绝望。研判的话，市场的坐车是不会跳过相关交通。希望去找公部门，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回应。法院这边也都没有任何的结果，所以真的是没有办法。62岁林金莲被送入监护病房，林家的第2后生流目屎，伊哭到无法度控制，唔甘家己的爸爸竟然选择用肉身去弄车，用鸡卵弄石头的方式来表达捍卫黎明幼稚园的决心。黎明幼稚园伫台中市南屯区的黎明新村，1977年由林金莲的老爸成立，当年占地1800公顷，被称为是森林幼稚园。2001年，林金莲继承了后，为着经济办教育，因此转卖幼稚园周边600坪土地。2008年，黎明自办重划启动，这对一心只想要教育林金莲来讲，一切开始变掉啊！挖土机要拆这所学校。先把我压成粉身碎骨，我跟这个守学校一起共存亡。2016年，林金莲就正经世事动帖，原来这是全台的中华史上面积上大的都市计划案，占地186公顷，开设的地主高达2600外人。属依法争议的是，主办市地重划办法，只要过半数地主，或者是7个人以上，就会当强制进行重划。不愿意加入重划林金莲，2009年遭受重划会控告，要求拆除建物。开始多年定上1审、2审经1审法官拢判，重划会败诉。2016年经2审逆转，重划会胜诉。一直到2018年9月经3审宣判维持原判，幼稚园存亡，逼伫眼前。随时面临强制拆除，林金莲已经压制袂掉心中的怒火。市政府正破红擦，爆发剧烈的冲突，一片的混乱当中，林金莲的血压上低，当场昏倒送医。为了保护幼稚园避免被拆，林金莲抗争10天，已经心力交瘁。他的心里面一直很质疑说，为什么明明有明确的事证指向从化会的违法选举，但是法官却可以判幼儿园败诉？那长期的心理压力，去做出另外的澄清的方式。由于黎明幼稚园常年的争议，园长担心影响到孩子的受教权，因此在2008年的时候就停止招生。不过还是有许多家长因为喜欢这里的环境跟老师的教学方式，坚持把孩子送来这里。老师用心的一个一个字，带囡仔学习注音，小小的班级一点仔顾的这图啊椅啊，3岁到6岁囡仔做伙上课，无大中小班的分别。1990年代，黎明幼稚园正经有10外班级，有500-600位学生，即马只剩11名学童。咱采访的这天，园长林金莲也伫休养中。
大家长无伫的，原来气氛有淡薄仔低迷，大人的忧心，囡仔的面上是看不到任何忧虑。像远方这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是一个地区的活动基地。行出教室，过园内规片青青，种真侪树仔，这拢是园长带这囡仔亲手种的。因今年数十冬来，拢无停歇，拢是安尼风雨无阻碍，带囡仔行出户外。1、2、3，戴帽啊，穿红色外套的，就是林金莲。超过60岁，伊平常时就亲像大汉囡仔同款，活了杂招，效果较好的脚只，行遍各个乡镇，要互自然生态丰富每一个囡仔的童年。你家住好好的，有一天财团给你划进去，你就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。好，这个是很离谱的，在台湾这个土地，在居住上的不公不义，今天发生在我身上，明天就会发生在你身上。今天拆我家，明天就会拆你家。因为台湾这个制度，如果你不去改变它，那么这样子的事情，你随时都会发生。还有谁？黎明幼儿园培育无数当地农家子弟甲经济弱势家庭，怪手若是强铁，会破坏这囡仔休假空间，嘛影响到无数居民对在地感情。当这个合法的肠道由政府来背书，发一张所谓的从化执照给你，那你就可以圈地，圈多大你就可以做多大，而且100坪你就拿走50坪，好，所以等于说这样子的筹划的过程当中，是全台湾目前可以讲说最好赚的所谓商业活动，也等于是强盗行为啊。小教室就长这个样子研究都市规划，抢救文化资产超过20档的东海大学社会系杨友仁教授，当甲大家进行幼儿园的活化计划，开始伫营地教室办社区活动，带咱行入有43档历史的黎明新村。甲这大都市氛围无同，行入内面好亲像着行入世外桃源，但随着都市重划，真侪所在早就已经起大了。台中自从2006年开始，就是在都市计划引进的这个大规模的所谓自办重划，到现在台中已经推出了42个自办重划区，而受害的地主超过15000人，其中超过85%都是受害者。所讲的自办重划，就是因为政府资金有限，奖励民间自办，其中由地主组成的重划会掌握重划范围，甲大部行政定数是上关键的角色。但是，互人批评的是，伫台湾重划会组成限制，价格上离谱，只要有土地所有权人过半数，或者是7个人以上，就会当发起成立筹备会。另外，人数过半，土地面积超过重划总面积的1/2，就会当执行投诉权。反对地主无拒绝的权利，即会当就补偿金额，甲这重划会协调。虽然2016年大法官释字第739号已经表示奖励办法有部分的条文违宪，但是黎明幼儿园也是假做旧时代制度的牺牲者。这边是普遍都灌同一比例，而且政府都知道，对于这些不愿意参与重划的所谓钉子户吧，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暴力恐吓，甚至整个盗废土，甚至叫黑道坐在他们家门口，逼着他们签同意书，很多真的是拿枪出来。这个我们听很多这些地主受害者在讲，这完全是台湾非常典型的叫做黑金挂钩。乌道春秋大财团介入，佮加上公权力背书，少数小地主外度抵抗，土地借当所在人处理，最后含泪隐恨，领补偿金离开。以黎明幼儿园来讲，重划了后，会有一条大路贯穿幼儿园的土地，一边变成公园，另外一边作为建地。若是未来要起什么，附近一栋一栋新的河体，无定这就是答案。我们的土地征收，或者重划，或者都更。其实它一定会有几个字，一定是要增进公共利益。现在就是这么在做了。我们用多数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，但是709号解释文跟我们说，所谓的公共利益一定要履行正当行政程序，应该要举办听证会，
透过大家的参与、讨论，甚且辩论，最后形成一个共识，那才是我们所谓的公共利益。社区的文化资产，它是社区的人文的一个记录，所以它应该要被保留，才能够去看到社区的历史脉络。把我们学校拆掉，我们不能上课，然后我们大家都要分开来，没办法再互相见到彼此了。黎明中华区是台湾史上面积上大的都市计划案，意义上大，但是争议嘛上大。台中市府表示，多年来相关单位已经尽一切努力协调地主完铁黎明幼儿园，目前只会当在判决的基础下持续努力沟通协调。民众伫这一栋一栋升起好体包围中，黎明幼儿园亲像一座孤岛，忍不住使人感慨，伊会当维持偌久，佫会当补掉偌济囡仔成长的记忆。老园长林金莲抗争10冬，内心上深的痛。台湾社会各项会当伸出援手，办理重话政府立意良善，但是伫重话同时，无应该欺压少数，制造无辜的牺牲者。面临经济痛清，黎明幼稚园的问题难解。62岁园长林金莲也搁咧孤军奋战。